歡迎使用電子印花服務。本影片將示範如何啟動印花易賬戶或更改印花易賬戶密碼，及使用印花易賬戶登入電子印花系統。請在電子印花目錄中選擇印花易賬戶啟動賬戶或更改密碼。請按繼續前往下一頁。請閱讀重要附註，然後按開始申請前往下一步。輸入印花易賬戶號碼，無需輸入連接號。若要啟動印花易賬戶，輸入啟動密碼通知書上的啟動密碼。若要更改印花易賬戶密碼，輸入現時通行密碼。輸入新密碼，新密碼必須為10至16位字元，其中至少包含一個數字、一個大加英文字母及一個細加英文字母。最後，再次輸入新密碼，然後按遞交。如適用，你需接納印花易賬戶通行密碼使用規則及條款。當你成功更改印花易賬戶密碼，你可列印或儲存此頁作為記錄，然後按退出返回電子印花目錄。接下來，本影片將示範如何使用印花易賬戶登入電子印花系統。請選擇你所需的電子印花項目。這是以印花易賬戶登入的版面。印花易賬戶用戶可按以印花易賬戶號碼登入進入印花易賬戶登入版面，輸入印花易賬戶號碼及通行密碼。請注意，印花易賬戶號碼的連接號不需輸入，然後按登入進入電子印花系統。